恭喜玩家开启了主线任务，同时解锁了每日直播间福利。亲，你可以点开直播小图标。这还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？人家是女孩子了，怎么能这样讨厌？秦少，那个能再开一次吗？亲，直播间一天只能打开一次哦。行，知道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你要的东西到了。和我，《论语》我早就背熟了。您打开瞧瞧。这可是新上市的春宫图，小宝淘了好久才淘到的。殿下，您还满意吗？殿下，您这是做什么呀？这可是花了不少银吃了就不要了，下次再买新的。那我扔了。殿下，我走了。都麻利点，洗干净啊！你腿脚不便，不能蹲久了，待会儿我帮你洗。别说我了，好好看你的手吧，保护好你的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时间长了就习惯了。咱们工壁呀，谁不是粗手粗脚？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！什么叫工壁就要粗手粗脚、粗衣恶食啊？我们光荣的打工人就应该更加的爱自己，知道吗？我帮你把水泡挑破，这样好得快。你这脚啊，这几天都不方便了。我这脚是真疼啊，司殿下。都接着干活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粗衣恶食，看来昨日给你的报答不是很满意。司殿下是过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不喜欢看笑话，我喜欢听故事。但是我不能再给你讲故事了。昨天给你讲一次故事，差点把我腿跑断了。我怎么记得某些人说过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呢？下去吧。是。不要再笑了。跟我来。我不走。看来是被我连累的。你放我下来，立刻马上。别，我后悔了。你不是要我把你放下去吗？我反悔，这样抱着也行。行吧，看在你积极认错的态度下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继续抱着你。既然你都这么主动了，我不积极配合攻略一下，岂不是不给面子？哇，这侧颜真可以啊！陆冉冉，你清醒一点，你可
得完成任务才能回家。说说吧，啊，今日要讲什么故事？啊，系统总是能在我面对困难时毫不吝啬的再踹我一脚。说呀。这今天啊，要讲的是一个跟围棋有关的故事。一个热爱围棋的女子死后寄魂于棋盘之中，后来她又帮助了一个会下围棋的少年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。所以说小光是否能找到小亮，比赛的结果又是如何的呢？请听下回分解哟。下回分解，你就这么想来见我？我是舍不得这些糕点水果。这些简单，我都是差人给你送过去。你以后若是想吃，我便让人天天做给你吃。不用这么麻烦。以后呢，我去殿下您的宫里给您讲故事，到时候您再拿给我吃。我宫中。行，真的？这就算是我之前答应给你的赏赐了。以后，你便是我的专属浣衣婢。我允许你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回去。平时若无他事，便随时给我准备讲故事。好。不过我想了想，你还是比较适合动嘴皮子的差事。我这还不是为了攻略你吗？你不满意啊？满意，殿下您真好，比心。这旧账嘛，算是有了结果。我们来算算新账。这是德化新供给我的白定瓷壶，平日里我用的十分小心，你一来，全弄碎了。你还是好好算算，要讲多少故事才能抵得上我的白定茶壶？殿下，您之前交代的事情已经回消息了。如何？这陆姑娘是崇川人士，娘家和舅舅都在。陆姑娘上面还有个哥哥，在家务农，是个清清白白的人。她宫中关系如何？与谁最为亲近？应该是她同住的宫女云竹。云竹？那个姑娘也调查了，家世清白，就是性格比较柔弱。柔柔好。那件事如何？安排妥当，治安师府的人去问过了。掌事的太监说，这春日里啊，风干物燥，易起火。天气变化起了风，更容易将火势扩大。文渊阁走水就是这个缘由。大哥的人有没有插手啊？太子殿下菩萨心肠，宫殿都烧了，仅是当值的工人罚了薪俸，其他的都没有深究。应该和那个姑娘没有干系。看来他身份确实清白。哎，没关系就好。今日心情大好，我赏你幅画。哎，不，你好像很嫌弃啊。没有。殿下，还不是您总画这些羞人的图吓小宝？睁大你的狗眼，两个孩童在下棋叫羞人吗？这不行。罢了，平凉府那边送来了特产，你去挑吧。哎，得嘞。这种俗物的精妙，小宝还是懂的。殿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雅致了？你嘟囔什么呢？没有，谢殿下。